只需要5萬蚊首期就可以上到車。重申多一次，128平只需要5萬蚊首期咋，5萬蚊首期就可以上到車。但係香港呢一度就係一梯一戶128平單位，全部都係毛坯㗎，但係毛坯都有毛坯嘅好，可以完全按照自己嘅風格去裝修。單位內部就睇 video，我就唔多介紹啦。係咪都好想知道究竟係邊一個屋苑呢？究竟距離香港有幾遠？又再提多次重點係只需要5萬蚊首期就可以輕鬆上到車，買到一個128平嘅單位，仲要係現樓添，即買即收樓，唔使擔心爛尾同埋唔知幾時收到樓。呢一度嘅地理位置係屬於中山神灣，屋苑嘅總戶數超過8000戶。咁當然啦，有人就話呢一度係中山鄉下嚟嘅喎，周圍都係山山海海，配套冇市中心咁好。係，我絕對唔否認。但如果你想行2步就到大型商場、地鐵站，咁呢一度呢真係未必太啱你啦。重點係價錢都唔係呢一口價。有車嘅話，去市中心大概15分鐘，大概半個鐘就可以到港珠澳大橋，樓下都有直通巴可以去到九龍、屯門。而且呢一個屋苑大概有70%都係香港業主，佢哋經常會組團舉辦活動，一齊去旅行，得閒會飲下茶、打下牌，同埋都好適合退休養老啦。放假會上嚟度假，甚至有啲會買俾父母住添。喺香港逼嘅結咗大半世，返上嚟嘆下都得啩。咁當然買樓最終都係要睇返自己嘅條件嘅預算啦、用途同埋出行嘅習慣。我成日都同啲客講呢度唔係完美㗎，但如果你想要低門檻上車啦，有足夠嘅空間感啦，同埋現樓返香港又方便，咁呢度都值得睇㗎。想睇樓，我主頁有聯絡方式，我親自帶你去睇，記得 follow 我喎，撳返個鐘仔先。